好，这个课是咧讲价钱相关的数学课，哦，所以无遐尔恐怖，是甲钱相关，钱相关应该大家较有兴趣吼。啊，就是我有开两节课，这是头一节，头一节是开管销，就是理财的意思。啊，第二节课就是后一搭，就是讲股票。所以，大先若是要投资进前，要先甲小管好好势。好，安尼来开始吼。好，啊，这人敢知影？有看过无？应该就有。perfect，我英语袂晓用，巴迄度。愈早开始欠钱，投资是足重要的习惯系。OK， 就是开始趁钱了后，好，是安怎要讲即件代志是？比如讲，敢有听过有人就是着头奖，可能着1亿、2亿迄种，毋过可能一档就全部开掉了。啊是安怎咧？伊都袂晓管理家己的钱，所以为即马就算讲钱，就是无讲遐济，毋过袂使豆，有即个观念了后，摕到遐济钱的时阵，家己嘛会晓来管理。哦，就莫等着，就是等着，就是摕遐济钱，你佫袂晓管理的时阵，啊，一年开了，真无彩。好，所以先管理家己的钱。好，啊，先问大家两个问题：资产是啥物？负债是啥物？敢有听过资产甲负债？有。好，啊，啥物是资产？啥物是负债？敢知影？车、厝啊。厝啊。会使讲，就是资产有啥物功能？嘿，资资产产有啥物功能？有啥功能？就是较具体，因为拄则讲的是物件嘛。以后拢会使会使换钱，会使用，会使开。哦，简单讲，资产就是会使互家己的钱入来的工具。比如讲，我要迄有即项物件，啊钱会一直入来，这是资产。所以汽车毋是。想看没有？啊，负债就是钱会一直开了，一直了钱，伊钱会一直出去，一直出去的。所以大家想看觅，车是资产还是负债？负债啊。负债啊。就开嘿啊，就开车，我即摆袂使车。好，其实车嘛会当是资产哦。变 Uber。对，毋对，变 Uber 变客运车的时阵就是资产，所以就看你用伫倒位。啊是讲加使就是家己买车啊，家己来用，迄就是负债。就是咱拿迄款税金嘛，啊，搁爱油钱嘛，啊，搁爱维修啥物款。啊，毋过若是讲是开 Uber 还是客运车，迄就变做是家己会使用车来趁钱。就是创造一个价值出来，伊就是一个资产。所以我若是厝家己住，就是负债。负债，无毋对，无毋对，无毋所以我知对。影我爱买一间厝，啊，我住伫台北车头下面，啊，迄叫做好吧？迄就变做是资产，嘿，无毋对。但是安尼变做我去食别人的资产啊，对无？我困伫咧台北车头，我是食别人的资产，嘿，啊，我去创造家己的资产。会使啊，刚刚你有想是。啊 ，iPad， 你感觉？我感觉是趁钱的，因为对我来讲，迄是趁钱。就看对象来讲，像对我来讲，我是趁钱，因为我会当用 online 来上课，就是线顶来上数学课，就教。我用 online 来开钱。还是要来看影片啊，买物件啊，就是负债。啊，有一句话咧讲，好野人拢买资产，善食人拢买负债。你才想看家己，即摆买物件是资产较多，还是负债较多？还是负债较多，你可能就是就是善食人的想法。对，嘿，所以要做好野人，就是开始改观念，就是哦，我买物件就是资产。譬如讲股票会当是负债嘛，会当是资产。对，嘿，会来想看觅。好，啊，再来是讲一个数学物件。敢有听过复利？有。比如讲银行利息，嘿，比如讲一年，比如讲1%，啊，复利就是，比如讲我即摆欠100箍，过一年了后，伊个100箍会变做安尼，啊，搁过一年，搁会变安尼，伊是用升的，伊是升1.01，1.01一直升，迄就是复利，迄是指数函数。可能我写较了，指数函数。有。老师我都会记得。啊，
过来有一个物件，叫做回报率，敢知影啥物是回报率？哦，给出来，就是伊的分母是成本，成本啊，伊的分子是利润，嘿。譬如讲，我即马买一支股票，啊，可能我开100箍，啊，若是明年变做是110箍安尼，我的回报率就是100分的111减10个，100就是变做伊的利润10箍，安尼就是10%利润，对，就是回报率，嘿，回报率。足悬的迄种工钱。嘛是会看到人讲，当10几20，就爱说你，啊，有人就小贪伊就会去。所以10几20算是悬的。10几20，敢有即種？就是现人迄种啊。钱也会遐歹赚。啊是，对，一般像银行是一年差不多定期是1%，定期是1%，对。所以嘿啊，股票平均长期来看是7%，一年7%，对。啊，若是讲说啥物一季20%迄种就是。对啊，足侪人，足侪时代就是对，我还袂上市。分组内底，你讲啊钱，互你迄种骗人。对啊，伊讲啊，啥物一个月才趁10%、20%，可能伊可能会摕伊的记录互你看，伊看我就是安尼，啊，毋过伊可能是有趁，啊，佫有了，啊，互你家互你看趁的尔，对，这注意。啊，有一个物件就是，大家目标应该就是趁钱，辛苦趁钱就是爱财富自由嘛。就是。啥物是财务自由？就是路卡边看更小。就是食迄 ice cream 免。简单讲就是，你的被动的收入大过你的生活开销。对。嘿，比如讲，你大概一年差不多开偌济钱？哇！因为囡仔嘛算，就开。我无算过。我按照我应该爱算，我无算，就是有够开，但是有人其实伊家己财务自由，伊家己毋知。对。我无。有啊，真有啊，被动的真啊无简单的，对。哦，就是过较水的哦，可能。就是伊会倒咧面层里啊，等于投钱，伊就嘿啊。我的拢是爱去趁。比如讲股票嘛会当做安尼哦，股票会当嘛。譬如讲有的股票是我买，比如讲伊逐年一股会使分红分10箍，啊你若是有就是1000股就一张，10年就是互你1万箍安尼。对，伊就啥物代志都毋免做，啊一年就有1万箍入来。嘿，这是被动收入。啊，我是讲，若是你是开，看你开偌济钱，嘿对。困台北车头就较免钱。你开偌济？对。我忘单。对。我爱找一个有恁去的。安尼来先学一个简单的指数。这敢有印象？这是各种应用。这是2的平方平是平就是等于咪使讲平。嘿，对，平。2的立方平。啊，若是4以上就是会使讲2的4乘方，嘿，4乘方平16，嘿，安尼去咯。所以过来考一个，2的10乘方是偌济？有印象？1控。对，1控20。各位控20，有印象吗？有。有，啊，伊就是32的平方意思。你刚刚讲。就是以前考试的时阵，算这算就记起来了对啊。我考过32的平方。你甲分平方。有32乘32就是，等于32就是2的5乘方，啊2的5乘方，啊来乘起来就是10乘方安尼。我数学成绩有较好嘿，但是我感觉是因为。我感觉这敢小可用背，就是算到尾啊就背起来。对，背起来。我毋是数学，我是较会背，可能。好，接下来是咧讲回报率甲实值的关系。实值就是，譬如讲，我成本是，譬如讲，我即摆用100箍来买一支股票，实值，譬如讲就是一年了后，伊
变做是120箍，啊，我的时值就是120箍，对。啊，比如讲，若是逐年，我即摆是来算讲，若是逐年欠1万箍就好。好，啊，逐年欠1万箍，囥咧低工内底，40年会变偌济40万箍。无，逐年欠1万箍，嘿，嘿，40万。吼，所以有的人哦，我足拍拼，就是趁钱欠钱，哦，逐年都感觉钱欠咧低工内底，过40年总算欠着40万，40年，有爽无？袂爽。无人投阮兜是安尼啊。我理解。啊，有的人想讲哦，安尼我听讲银行有利息哦，啊，比如讲一年平均是1%，欠40年会变偌济？哇，403800箍，有爽无？诶，比就是欠咧低工内底人加3800，对。啊，毋过若是你欠咧股票，平均长期来看7%，40年了231万。为什么遐济？因为就是对我讲的啊，互利，嘿啊，一直升，一加对。啊，阮爱买着股票，一直拍，伊会落个，还是买，哎，长期啊，伊是长期啊，咧看做股。对。啊，若是你看巴菲特咧，你看，英文安讲我袂晓个。巴菲特。巴菲特，吼，若是巴菲特，伊平均伊是股票之王哦，毋过伊一年才20%尔，毋是啥物有的人就是讲，我就真高趁钱，就是会使一季啥物40%、50%咧骗人。啊，伊看啊，就是伊一年才20%哦，毋过伊欠40年，8812万，欠咧就是互利，嘿啊。互利的关系，所以有一句话咧讲，就是世界上危险的一个物件，就是互利加上时间。有听过？对，互利加上时间就是变做足恐怖的代志。对，吼，所以欠咧低工内底是40万，我伊若是像巴菲特8000几万，足恐怖。吼，所以先有即个观念嘛。好，啊，煞来就是。若是甲即个图画做是指数函数，足恐怖的。40年是伫遮啊，着股票遮啊，低工根本看袂着。欠一世人嘛无物件。对，嘿啊，就是差足侪，吼。好，啊，过来是咧讲，若是领着薪水，要安怎来管理？吼，我先问大家，薪水领着了，比如讲5万块好，啊，领着了要安怎来处理这件事？留小单。你敢知影就是你的钱拢会开伫倒位？敢知影？敢有想过即件代志？薪水领着了，是领着了全部囥伫家己的一个口座，啊想要开就才开，还是讲你家己的规划？我就是无我才来遮。所以这人拢无想过。拢无就是钱拢囥伫家己的口座内底，啊，就有钱的就领，啊就愈考愈，啊就逐年来拿钱。嘿，就是安尼，啊收过嘛，知影应该是要袂起，就免想。哦，所以好，啊，即马来教大家安怎来管理家己的钱。好，啊，头一个部分就是随个口座啊有无共款的功能用途，就是大家的口座有几个？银行口座。足济。我20几个。对。小济。你讲每只有几个口座？我应该有3、4个。3、4个，啊，用途是啥物？我有一个是咧打迄个，毋是保险，就是我有一间厝，就是买厝的时阵去贷款，就是打迄个贷款，所以我就是。我一个是靠我的薪水，啊开春了我就甲等落去个。我是开春的了才我就等落去迄个买啊，我就等落去迄个，就是看会当还偌济就甲等过安尼。所以今年安尼开较济就等较少，啊若是开较少就等较济。哦，是安尼。嘿，我是安尼。嘿，啊但是就是你毋知影还偌久，就豆豆还安尼。如果伊毋是固定逐个月扣偌济？啊是你等较济，还较济，你是倒叫？就是我的
我会甲就是可能我直直等等等，哦，即摆100万啊，好，哎呀，摕去现。哦是哦是哦是嘿，我是安尼，我等等，伊佫变偌济啊？嘿嘿，做做欠几条的，佫摕过，安尼，所以是安尼咧用，嘿，了解。就开春的才欠欠。嘿对对。但是因为我无足爱开钱的，嗯。就是我知影有人是足爱买的，就是我其实无足爱开钱的，就是物件我无足爱买，所以就是拢会开春啦，嘿，拢是有开春的。该知影家己的开嘿嘿，因为我知影。影我毋是爱买名牌啥物物件，就是我就差不多安尼尔。对。安尼，我是安尼。对，无毋对，名牌买迄是负债。负债，对，买是负债，嘿嘿嘿，对。啊，桂林，嘿，是名迄桂林吼。是。吼，桂林边有几个口座？差不多嘛是3、4个。啊，用到。就是月入来，啊要小单着付，啊其他的就是有卡，有信用卡，啊要纳钱着，欠钱安尼尔。嘿嘿嘿。所以嘛，就大概知影讲家己钱要安怎藏，毋过就是。纳小单的时嘿啊，阵，纳小单对，啊其他的时阵就是空空安尼。嘿，我嘛是。啊，对咧。我嘛是啊，就是若真正有咧用的口罩，就是我是先甲生活费欠伫咧一个所在，啊，其他就是刷去爱留的，顶个月消费。我算还袂歹啦，对，嘿啊。安尼算袂袂歹。歹，就是有分开。我会使互我知影，我即个月敢有迄个超工啦，嗯。我敢是食较好，还是买较济啊？嘿啊，你我拄较好。嘿啊，嘿啊，我无咧算嘿。钓鱼。我是薪水入来爱先欠，啊，过来纳小单，就先欠，啊，就是固定欠，就是无一定济，毋过欠的数量是固定，逐个月拢欠，啊，搁有迄落厝税啊、小单顶哩哩扣扣，囥一个，啊，剩会使开的嘛囥一个，对。啊，若搁有剩则去投资。对。安尼风气真好，对。是较厉害，较厉害是，较厉害好啊。迄阵迄面买几号？哦，袂买，按买。啊，这敢毋当翕起来？会使，死到会互恁 PPT。哦，好。对，你翕嘛是会使。好，所以头一就是爱知影你需要口罩，伊的功能是啥，用途是啥。啊，煞就是资产的管理爱自动化。啥物是自动化？譬如讲，我较早拄开始咧工课的时阵，我钱领着了，我甲全部的钱全部领出来，一个无共款银行一个欠，毋过安尼伤危险，佫伤开时间，所以即摆就是用手机啊来转账。啊，佫有就是信用卡，恁信用卡是敢会自动扣款，还是讲是爱家己纳的？伊会家己自动。哦，对，无毋对，迄就是自动化，就是你毋免讲哦，即个月袂去纳迄信用卡的钱，就是自动来某一个口座扣钱安尼，对，所以爱自动化，安尼较省时间。好，啊，煞来就是爱偏有算。譬如讲，我会按算讲，我5年以后可能会换手机啊。就我会想吼，我5年了后可能开3万箍还4万箍买手机啊。啊，比如讲3万箍来看，3年要欠3万箍，所以1年就是要欠1万。啊，1年欠1万，所以一个月差不多就是我1000。所以我逐个月就会，我的预算就是我逐个月钱薪水领着了后，哦，有1000箍就为着3年了后我要买手机啊的钱先欠好势。对，我会做即件代志，就是偏有算。好，佫就是逐个月就是爱记录，就薪水领着了后，我会开始，我会用家己 Excel 啊记录个钱安怎分配，啊即摆佫存偌济，啊投资的部分偌济，拢会家己拢知影。对，大家是偌久看一摆家己的，就是钱的钱，就是用伫倒位，还是讲即摆的钱差不多偌济？嘿，有咧记账。毋捌看过。无记账。无记账。我有呢，我对这就是足认真的，毋过就是开足个钱，但是拢记落来。对，嘿啊。我较早有记，啊，发现讲我就是开足侪啊记落来，啊了就无了。对，我嘛是，对，我嘛是就开就反正就开了啊。对，我就是记尔。所以我就知影我有开了甲无开了两种尔。因为我到尾仔嘛是无足详细咧记啊，毋过我知影讲我的钱拢伫倒位，就有算的部分。对，对。因为我记就是要知影讲我顶个月食酒食偌济，嘿，啊真正拢看会出来。
哦。啊，知影了，我嘛无安怎，所以。我嘛无要改。我食真济，啊就安尼。我嘛是，我嘛无要改。就是至少就是知影讲，大家就是家己会开钱开伫倒位，就我知影讲，我手机啊就是5年啊开一届，安尼啊 iPad 嘛是可能2、3年啊换一届，啊就先知影了，就是偏有算，啊逐个月欠，啊时间到落安尼。啊，搁来就是足重要的部分是先甲急用金传好势，再来想投资的代志。对，啥物是急用金呢？花呗啊，就是爱有一笔钱。对，一般来讲就是家己薪水的一个月薪水去乘3到6，嘿，对。比如讲我一个月，比如讲5万块来看，若是乘3就是15万安尼。所以爱有15万的欠咧，嘿，迄银钱是欠咧迄款定期，伫银行定期甲锁起来。敢知影定期？嘿，就是譬如讲，话是1年、2年、3年的定期，就是锁咧遐安尼。但是你拄来讲几倍？3倍到6倍，后壁有，嘿。为虾米是即个数字？因为譬如讲，我平常无头路啦，可能我找头可能是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，会当找到路。对，迄时间就是会使就是阿所比的时间。对。所以就急用金就是爱先穿好势，则穿好势了后，才来想投资的代志。因为有的人就听人讲哦，开始买趁钱啊，要买股票投资啊，开始买，开始买。毋过急用金还未穿好势就去买股票，对，我先欠好势，对，迄顺序要先记。好，啊，煞来就是我就是即个表是我的薪水入来了，钱拢为倒位去。好，但是我会先甲钱到一个集中的管理口座。我来举例吼，譬如讲我的钱是，我是欠伫第一银行，嘿，就是有一个网络银行，迄网络银行就是即马转销的迄手续费拢毋免手续费，敢知影？对，嘿，我甲我所有的钱里口全部拢来遮，譬如讲我举例，譬如讲5万块，全部拢伫遮。啊，来到遮了后，我开始分配我的钱，比如讲我的生活所费。啊，因为即马介济拢会使用信用卡，是啥物来 Pay 啊、Apple Pay 啥物 Pay，所以我甲我的生活所费分做2个，一个是现金，啊，一个是信用卡的部分。好，比如讲我现金毋免遐济，就是5000块就会使，一个月5000块，啊，信用卡可能一个月1万块安尼。好，先分配。好，啊，煞来就是固定的开销，这嘛是独立一个口座。就是这固定开销可能是1年以后还是2年以后才会用到钱。譬如讲，就是厝税啊、贷款迄种，迄种是袂使动，袂使顶动。啊，搁有医疗保险，大家敢有保医疗保险？对，因为嘛是有惊有意外啥物款，所以这保险嘛是爱保。啊，可能税金逐年都爱纳嘛。嘿，啊，这是电子产品，比如讲我拄仔讲的手机啊、iPad 啊，啥物款，就是可能电脑，因为我电脑、iPad、手机啊，可能我就掠5年，我爱开差不多9万块来买遐物件，啊，就5年9万块，安尼平均一个月1500块，安尼就先欠。就譬如讲厝税，譬如讲我会掠，比如讲8000块，啊，医疗保险逐个月3000块，税金有个人到2万块嘛有嘛，好，譬如讲，一个月1000啊。好，因掠2000块，啊，电子产品我拄仔算3，我嘿就1500块，啊，搁有佚佗，譬如讲台人就是逐年会做就会去佚佗，啊，佚佗一届可能要开4、5万、5、6万以上，所以譬如讲我著佚佗的钱我先欠，逐个月就欠4000块安尼。对，阮兜嘛。对，这嘛着先规划好势。你嘛年假要报名。对，啊，时间到，哎，着钱就欠好势是安尼。则袂讲压力足大。啊，搁有一个是红包，逐年过年啊包，大人爱包红包互囝仔，啊包是大人用。啊，若是有人结婚红车，是爱包红包。对，所以红包钱我嘛事先欠，好比讲逐个月2000块。啊，其他就是看有人有报名健身房啊，啥物款的，你扣扣就嘛有，嘿。安尼下起来有哦，安尼算者，13000、12000、14000、15000，1万
免我2万，1万9千，就咱2万。哇！我真正哦，对啊，真正就歹我先剩2万9。困台北车就会当，无遮无算着大诶哦，大诶袂无得出水在调节，出水。会当去强个水。好，啊，续来就是哦，那从来就唔急用金，就是先欠好势。啊，若是欠好势了后，就会使这钱就毋免搁管，对着。就是差不多是薪水去先3到6个月，就是掠家己，比如讲我无头路了后，啊，我会当偌久，对。所以急用金先，嘛是先留，留一笔欠咧银行的定期。好，啊，所以若是遮个钱拢欠好势了后，剩呢就是家己用钱嘛，就会使摕来投资。所以先看家己的钱用伫倒位，尾剩呢才来摕来投资，就顺序是安尼。好，敢有啥问题？目前无吼。好，所以这是我家己，就是互家己一个建本啦，就是我家己拢会做一个 Excel。好，我来解说这个 Excel。譬如讲，就是今年年初我薪水是3万箍，我着生活所费，就是现金的部分，佫就是信用卡的部分。比如讲，我着分配4000箍、6000箍，厝税是安尼。医疗保险2000箍，税金比如讲500箍，电子产品2000箍，佚佗2000箍，红包1500箍安尼。好，遮剩的才摕来投资。对。比如讲就是要记录嘛，就比如讲我钱愈来愈侪，到1个月4万箍，会使去健身房运动，我加一个3000啦。就是会使家己去调整个。就是讲我即摆薪水较侪，还是讲我即摆欠较侪，会使摕来创啥？大概是安尼。即个钱的部分，比如讲，因为我拄则有讲，就是即个部分是固定开销，是肯定共一个口座，所以即个钱是我每一个细项的。正面即个数字就是，比如讲我即摆领着薪水，比如讲3万箍，3万箍我规划的时阵，我就会开始看，就是我这3万箍我汇款到倒一个口座。譬如讲，即个生活所费我是4000箍。譬如讲，我是欠咧台新银行，对，我就甲迄4000箍就是转销到迄个所在。迄就是我的生活所费，干那为遐尔。就我要家己生活开销，袂使为别口座尔，一定要为就是我家己设定的，就是台新这个口座。比如讲，我的信用卡，信用卡，譬如讲第一银行，就是我的钱就汇到遐，就6000箍汇到遐，就遐就是信用卡的钱。遮个部分可能我去找，比如讲台湾银行，就全部欠伫台湾银行内底，就是固定开销安尼，当做是16500箍。剩的就是投资嘛，有另外一个口座，我是开国泰，国泰这个口座，就钱就缴去遐，所以我薪水领着了，开始分配，欠到这4个口座安尼，对，好，遮有 QR code 啦，会使。就是看卖，就我甲这 Excel，就肯定就是 QR code 内底，会使扫。非常需要哦。家己需要调整。这是家己调整。Excel 表甲这个 PPT 的档案。关小变本，关小股票。佫真正是 Excel。对。是 Excel。嘿，对。是你个扫，扫遮。对。导演片嘛是伫内底。对导，对。好，即摆有分大人一张纸，就是来规划即摆我的钱要安怎分配，就是会使照即个表，我的薪水。了，啥物口座？因为即摆家己大家拢有家己的无共款的口座，会想讲，我这口座要用伫倒位？好，即摆会使互大家规划一下。买一支甘蔗呢？无，我讲紧是，比如讲，就是我估台积电伊的股票偏好是233块，嘿。譬如讲，伊即马是伊的本红，我估咧哦。比如讲，伊一个逐年互你，比如讲10箍，
会现金，哦，就是公司趁钱嘛会分钱互你。嘿，对，一个月若是10箍，你若是买一张1000股，就当年就会使摕到1万箍，安尼。吼，所以即个1000箍、1万箍、10箍，迄就是股仔囝，就是简单讲，股仔囝就是分红。哦，嘿，分红的股仔囝。所以袂像你个股票，你买股票你生钱出来、生囝出来的感觉，的股仔囝，就台湾话就是安尼讲。哦，对。钱，伊就是钱。嘿，对。因为阮爸以前有买一个股票无去处理，煞足侪年了后寄一张单来，阮爸讲迄是股仔孙。就是钱阁愈少啊，嘿，就变孙，伊就讲这股仔孙，伊就无时间处理，就囥咧遐。哦，所以就是股仔孙吼，安尼我知影。嘿，股仔，因为股仔囝大汉啊，所以变股仔孙，所以即摆收到迄张是股仔孙。好。我摕铁啊，多谢你。好，啥物是股利率？股利率就是股票的计数是分咧分母，分子是一个月股仔囝。譬如讲，即马台积电伊的计数是800箍，800箍。若是一个月互你10箍，你就歹算。我换数字好，譬如讲1000箍。即摆台积电1000箍，若是单年互你10箍，就一个月10箍，你的股仔囝就是1%安尼，对，即个，所以股票，就是伊的分子是股票的计数。甲恁管迄囝的钱变做是100%的迄个数字。对，嘿，无，就是因为嘿。伊固定拢互我10箍，还是你股票起股票落会互我无共的计数？哦，就是无伊固定，就伊固定会互我10箍，所以但是今日台积电存500，伊嘛是互我10箍。伊存2000，伊变2000，就是互我10箍。譬如讲台积电明年讲，我明年要分，就是我的股东一个月10箍，若是即马计数落到500箍，伊的股利率就是变2%安尼。对。迄个10箍是伊决定的，伊会讲我明年是要分偌济。因为伊的钱是安怎算，就是伊会看伊规年的收入，就是营收有偌济，安排要分互股东偌济。但是这是年初讲的，今年过了才会分安尼。对，就比如讲我今年趁的钱是明年，譬如讲7月份才分。哦，所以是甲你讲好安尼。对，会讲好。即摆下边即个1000甲500是咧看迄个时阵，伊分的迄工的，伊分的迄工的，还是伊讲的迄工的？无，就是逐工拢无共款。哦，知影对啊。对啊，所以计数一直调。所以每一工的这拢无共。就变做每一工的这拢无共。因为顶头是固定的，但下边拢无共。固定的，对，譬如讲即马是1000箍，我即马买的时阵就是我的股利率就是1%。我今日买1%，但是对，若是落到500箍，我买时我买迄时阵就是我就是所以关键就是安尼看。对，所以2%意思就是讲，比如讲意思就是我开100箍来，我开100箍投资，我摕到2箍的意思。嘿，1%就是。讲这足悬的，就足好。就比如讲即马。所以嘛是有趁啊，就少。比如讲5%的股利率5%，意思就是讲我开100箍，会摕到5箍转来的意思。嘿，所以我来举例一个吼，比如讲我买104，就是咧做就是104就是要找头路的时阵，就会去迄个网站104。哎呦，迄足好足趁哦，因为伊着加网站囥喺遐尔，就对。我迄个519咧，租厝诶。租厝诶。伊无上市，对，104，伊的股票番号是3139，佮有迄个就是我拄来讲的做泡面公司，对，比如讲2018年的时阵，伊的就是伊分的迄款股仔囝是一个月9.6箍，就是迄时阵伊的计数若是175.5箍的时阵，就是伊的股利率就是5.47%安尼，对。我一般咧买公司的时阵，我会看伊的股仔囝敢会愈来愈准。对，即边小可有咧叮当，我尾仔嘛是一直搁起来。对，尤其是因为即时阵都是因为疫情的时阵。对，尾仔疫情了后，有啊换头啥物款，迄阵就会开始弹。对，伊看伊的计数，股票计数嘛是一直起哦，起到200几箍。我是为2018年开始买，
啊，才买到即个介绍。所以你嘛佫继续买哦？有啊，我有后壁有，我看卖哦，我有我的单货，对，这是我买的小单，2000年有咧买，我较早记录敢无去，所以我是为2000年开始。迄阵是178箍，你看我买的时拢是买，就是足细，嘿，2000几箍安尼买哦，毋是讲哦欠到10万箍安尼才买，我是2000、3000安尼买，有钱就买。迄阵一直落到2000，我看卖啊，即时咧落嘛，就2月中的时阵，我一直买，一直买哦，一直买。啊，买啊，即个时阵。因为我旧年去日本就是无头路，所以对。啊，尾啊，今年佫开始有咧趁钱，继续买。我去到迄较悬，我嘛是继续买。介绍是遮尔线，就股票即个介绍，伊讲是，嘿，对。2057啊。哦，嘿。现在是迄种057。甲伊的买。比如讲，因为一股是178箍点，嘿，178.5箍嘛。看伊2股、3股、4股、5股，所以就是买2股安尼，差不多2股。这差不多是10几股安尼，嘿。啊，现在是10几，现在嘛要20啊。啊，因为伊可能还是10啊。因为我看我钱存偌济啊，我存拄则我存偌济钱，对啊，然后我可能我即个月就是差存3000箍，啊，我有买2，我真熟，我这嘛是真熟。哦，你是少。我因为你买股票拢是为股票的介绍，摊是去算伊的数量。规个比如我买16股，16成即个介绍就是即个介绍。对。我就16年看就难叫个道理。哦，对，有人会安尼。所以啥物悬你嘛是搁要买啊？你是感觉伊有可能继续还是啥？应该讲迄间哦。买股票介绍是，我会算一个就是合理的价，合理价，啊合理价以下拢会当买，对，就是真个合理的价。哦，所以安尼是搁合理200几个。就伫迄个时阵来看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会看迄个时阵就是伊的即4季的 EPS 就是一股趁偌济钱意思，就是迄间公司一股趁偌济钱，啊，即股迄个伊的即摆合理的介绍是偌济。啊，看伊的本益比，或者存款啊，就是我的股价介绍，对。所以我较该继续开课咧。就是敢知影讲迄落，反正一步一步带你讲入的。像阮遐讲山做者迄螺丝工厂，即种是毋是嘛是会使，算是足原物料的啦，螺丝随时都会用。毋过螺丝，迄种可能就是。就是钢铁公司因中钢。哦，对。毋过迄种就是伊的原料是钢，伊无介稳定。哦，所以规气伊这个毋是原料，伊是做好的物件，所以你爱去。迄间公司我应该讲迄种钢铁袂一直消费。哦。因为譬如讲食米，因为即摆大家拢爱食烘什么款，两个迄就一直消费，一直消费。工厂米啊做，你啊做呢，无啥哩用，就是讲有诶是会摕，就是旧诶啊继续搁变做是哦，就是迄种，哦，了解，就是物件可能一直伫遐。对。譬如讲我买股票，我会先看迄间公司10年了后敢搁伫咧。哦。比如讲7。百事达。有可能做老迄个。螺丝公司可能1年的，问啊才换另外一间，拢有做侪咧做伊个做这个，哦，了解。就是就简单就互人换掉。对，我学着技术，我就要去别间开啊，迄种哦。而且就是迄间公司伫伊的产业内底是排名上头前2、3名迄种，迄种7啊、全家迄种。哦。我就还是讲就是电信的，比如讲台湾台啊。台湾台、中华电甲远传，嘿，就是，我就迄3间拢买，拢买，安尼互相竞争无差，大家换手机啊、换电视，我看，对啊，嘿啊，就买上头名迄几支安尼。就是感觉伊10年了，伊搁会嘛是爱定伫咧。对，因为我当初是为着未来，可是就是10年了我才快开始收，所以去收10年了后安尼。对。会使买，所以即摆大概是拢会使。因像迄款巴迄度伊就买。做科拉的公司，嘿，零科拉，有迄种伊科拉买40、50年，对，因为科拉逐工拢人订的，嘿啊，还买迄种糖仔公司啊，迄种，嘿啊，就是一直在消费，对。
就做找出来回应的。因为像我家己有买，比如讲，这是我全部的股票的，即马现主是的迄款回报率，宽报最恐怖，宽报一个叫做昆定，伊是收迄款就是事业的本数的，比如讲台积电的本数，还是科技业的新竹啊、台南迄科技业的迄种本数，台湾算足大间。因为迄种本数要收，一定要收。伊即摆台湾 AI 愈来愈发展，所以就是迄种本数嘛愈来愈侪。你是迄个高雄要收家人迄间，还是毋是？毋是叫？收起。那个工商有一间还是足大啊。查看，对，环保的，对，啊，这可能话是台本数，伊台本数的，伊台湾上大间的台本数的公司，对，嘿，啊，我上介意就是。我讲的胖就是得袂啦，我会该好命就胖，伊袂胖我就袂胖的，袂胖我即马回报率90%。哇！啊，佮有鸡肉，鸡肉就是伊汉语是安尼写，就是逐个应该有对对对对，袂胖，对鸡我后面叫鸡肉，对。因为大概要烧书的时阵，拢搁要请鸡排。伊种嘛是一直咧消费的，胖啊，比如讲我看觅。咱个老街吗？我台积电我买到，我台积电我大家看觅我安怎买。即马台积电我是即马计数是900几箍嘛，啊迄阵足可惜落到300几箍时我无买着，因为我迄阵无钱，无薪水，我就知影讲哦，虽然讲计数足低，我足想要买，毋过我无钱，好，我就卖去插。所以嘛，就是讲借一个。袂使，绝对袂使借伊投资，迄是完全袂使的，除非你家己足有把握，会做迄种，迄毋过迄是足。除非你有来数，对。所以就你嘛袂使，无一定有。对，就是家己的薪水会钱存的，啊，家己投资。所以我台积电是为600几箍开始买，一直落到500几嘛，继续咧买，500几我控制。对，迄阵买到就是。大概一笔拢是1000几箍、2000箍安尼买，因为我就钱无解，就是存无解者，毋过嘛是足想要买，一直买。啊，到即马有钱趁啊！啊，真阵啊，敢若顶礼拜有咧落到800几箍时，我买一个，有100亿，对。对。然后我这个时阵，我就买2笔安尼，有抢着860几箍的，对。就因为伊好的公司，啊，咧大小卖时阵就紧买安尼，紧来买，对。所以。朋友定听人家讲，只要无卖就无算了。嘿，对。不过是公生球。对。然后我的票我都安尼看，我的票我买足济。毋过迄会当用嘛？是啊。但是我是讲无开掉，就是无了无紧。小卖7个。小卖7个，7啊，全家7啊甲全家。哦，7啊。全家。伊全家迄就是应该讲迄种就是已经足饱，就是台湾迄种就是小卖，即2间已经开到就是已经紧绷啊，所以我尾后买迄款崩啊，我买到30%。哦是。崩啊。是毋是爱找迄种会继续发展的？对。就是伊会继续开。就是公司要有趁钱啊。随时咧插。大姐。对。啊，随时迄种全国电子迄种。哦，迄种全国电子迄种，我感觉我会买迄款甲某某相关的。因为即摆拢是无迄实体店啦，拢是用手机啊，迄就某某啊，某某就是台湾台是伊有30%是某某的公司，伊会占30%，所以我就直接买台湾台是手机啊，电视台湾台，因为伊就包括某某，伊家己有投资某某，就某某有趁啊，伊嘛会趁安尼。所以你家己买这时，你甲政治因素，你家己参做。袂，就是我看公司本身。趁伊的钱啊。是哦。对，趁伊的钱对。所以若是讲迄个这个动不动就。你讲这动不动啊？我毋知。我毋知，但是主要伊是啥中国党的资产，那个啥物的啥物迄。所以你甲这个公司就是无感情。对，伊若是，你讲你这个公司就是要有
有感情。安尼有趁着伊的钱，较着，对啊趁着伊的钱较去重要互伊迄种嘞，敢毋是？对啊，所以若是，嘿啊，有要紧就是家己咧选择。KY 什么？哦，KY 就是伫海外，就是伫海外上市的公司，就是台湾人伫海外开的。台湾那里哦。对，我讲这内地甲迄落古籍嘛是 KY，就即两间是中国的，就是台湾人去中国开的。我3、4年前买的，啊，这是做幼稚园的，啊，因为买啊拄着疫情，疫情我落到即恐怖。是。对，因为无想着讲哪有疫情。对。哦，对，啊无若无疫情，伊可能佫继续。对，比如配文嘛是啊，配文就是健身工厂，嘿，伊有做配文。所以有。你有买啊无去？因为就哎对啊，你有买无去？我有去先放迄个。我是高中，我毋是。喂，高中，迄阵嘛是拄着疫情，哇，嘛是落。疫情的迄种，是拢不过我嘛是继续，我嘛是无卖掉，因为我知影进公司只讲，因为未来会愈来愈好。你若长期来看，健身房嘛是会愈来愈侪人会去。哦，即马搁起来。对，是啊，啊幼稚园嘛是会，时间嘛疫情嘛会过嘛，所以嘿，疫情嘛会过嘛，嘛过。你10年了嘛是幼稚园嘛是会继续发展。哦，所以你拢先去老。对。像即种卖嘛是安怎话卖趁还是？我换即马卖，我就会了这个。啊，若10年了变红字。所以我的股票有起嘛有落啊，拢有。对，大概是咁感觉。55分啊哦。好，赶搞哦，收下咯。等因啊。好，安尼了解。所以你嘛袂讲，我最近即摆要买啥哦？台南拢来。我就去家己看，就是我即摆有起的是即几支，啊，若是有兴趣家己去。对啊，嘿啊，投资有风险哦。你若是家己投资，你了是莫甲我讲哦，是你甲我报。我先去啊，无共分啊，对无？家己参考，就参考尔，参考我感觉环保的嘛是真迄落嘞。敢是这？由于环保真正，即摆咧做环保嘛，愈来愈。对啊，伊讲伊之前的前男友就是了嘛是开迄种收回收的啊，就是。对啊，趁干嘛是？收本就足侪嘞。因为无成本，无成本啊。本色的成本啊，就是无啦。所以我无我海星刷价值。这是后一节课的呢。还有跟一节嘞。这敢是这张诶？哦，应该是。水分数一定有差，因为阮就是阮边仔是病院，迄病的老师来讲，即摆要等病院内底的分数。你先签我，我等你签。因为迄拢是无伊讲即摆搁爱啥物低碳，所以就是讲未来台湾等分数会愈来愈麻烦，愈来愈贵，因为讲要甲欧洲共。所以要紧买。对，伊就是甲国外共款，伊即摆就是你要等，你物件袂当讲我买来歹去就等掉，你爱买来当用足久的。所以迄种趁热因就是希望大家莫搁安尼买物。对啊，贵州就是安尼啊，咱遮物件无法度修理，像迄电池咱拢是等掉，伊讲因会收去遐呢。伊讲未来会。对哦，伊遐做侪物件是讲引进，咱遮嘛无咧修理啊。伊讲即摆学校的文就开始规定，恁买物件的时阵袂当遐对无？安尼即摆因为未来学校要等物件拢爱钱，所以讲已经开始。啊，毋过即摆伊就是规定，无伊就是。你著换一个，你著换。所以我找伊甲全部的人拢安尼，就是大多。就讲歹的，对啊，较早的物件，真诶用较，细汉做的电风即摆搁咧吹。因为就是想要随讲你来伊即摆就甲改变讲你袂当直直买，就是即摆伊的物件做较贵啊，就是政府带头安尼。讲你若袂做较好。我是感觉伊拢做。即摆是够歇，还是要直接去后一场？伊敢有票5分钟的款，我5后一场是啥？我想看卖。我要去印刷吼。哦，印刷要去印刷。当足久的，一个人爱当足久，所以你要排头前，啊，紧剪断，剪好就使。好，谢谢。